我哋而家繼續翻圖書館單坐船前往海洋堡壘。導航請跟我來。好的，我要去海洋堡壘。好的，現在正為你導航。仲有五公里就到海洋堡壘。還有2公里就到海洋堡壘。還有1公里就到海洋堡壘。已到海洋堡壘，請落車。Thank you 導航，唔使客氣。等發生。嚟個小牛遲到。打呢度超長啊！我話你聽，打呢度超長。死咗唔緊要，爬返過嚟。呢度好大機率遇到野生動物。打個波。
我睇下商鋪經驗，望下先。加個 Google，我睇下商鋪經驗啊。